全国工业总会新的总理事长潘俊盈上任，今仔日个当面向准总统赖清德呼吁人员甲欠工的问题需要解决，也建议着会当使用核能。因为赖清德是无正面的回应，不过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有表示，核电厂若要延役，需要佮经过讨论，嘛需要社会共识。 全国工业总会举行理监事联席会议，准总统赖清德正早做上宾，新晋任的工总理事长潘俊盈成礼后宾，表示今日袂甲赖清德讲伤济，袂互准总统有压力。不过也明白表示，能源甲欠工是企业上爱面对的问题。核能绝对是一个干净，而且没有污染，经济上来讲呢，是成本最低。 所以我也建议政府要考虑，包括最基本的，我们对核能除役啦这些事情、延役这些事情，或者整个对这个能源政策重新检讨，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时间。潘俊盈致辞的时阵，当面发声，爱劳做企业都要为企业做准备，对赖清德有信心。不过赖清德并无做出正面回应。支持核电厂延役吗？ F 能保证到2023年、2030年都不缺电吗？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表示，工总去年所讲的培培所建言，甲政府政策方向同款。不过核电延役需要讨论的层面真多，需要有更较侪社会共识。立法院有在讨论这个核电延役的问题，需要有法治、程序、技术、财务以及社会共识，需要更充分的讨论。 赖政府5日空特别上任，希望在无欠电前提之下，稳健推动能源转型。不过后来到场做好的民众党主席关提讲，若核电要延役，台电也爱事先提出延役计划书，毋是时间到啊就应继续用落去。不过目前煞无听到任何风声。记者综合报道。